劳苦背担大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吟。起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要上人胞胎，伊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受苦，承受一个死来做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担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个公道的教会，正道的相通，罪赦免，用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咱做伙来祈祷。万管能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互俺个会通做伙伫你的脚前脚下敬拜阿罗你。感谢你为着阮的罪，真侪人受苦定死。感谢你，佮落阴府，佮我，阮不过是土所做，你分一口气提升阮，甲你同坐倒。感谢你为着阮的罪定死，原本应该定伫十字架顶的人是你，是阮。毋过阮感谢你，伫甲上落尾，佮替阮为天父求阮赦免阮，因为阮所做的，阮真正毋知。主啊，真侪时阵，阮真正感觉阮真孤单，阮无快乐，阮无平安，真侪代志，阮感觉有压力。阮恳求你，互阮经历你甲阮同在，毋免惊。恳求主怜悯阮，阮想要做好，常常搁回头看后尾。阮嘛常常忏悔，想要甲得罪你的罪，扛定伫十字的架顶。毋过阮的生命要是无换新变化。主啊，恳求你，可怜阮的罪人，恳求你帮助阮，会当我靠你，常常喜乐，无看路，万行事祈祷，单单仰望主。主啊，原谅我，阮骄傲，阮有时看家己真敖，阮看轻阮的厝边，恳求主帮助阮，圣神帮助阮，注目伫你，学你的款式，愿意服侍遐最美善的人。主啊，感谢你，嘛赏赐台湾这个所在互阮。主，阮知台湾就是你互阮的迦南地，伫遮有老年甲蜜，恳求你祝福施政者、掌权的人，行公义、好人民。伫这个纷纷乱乱的时刻，保守阮清醒，看清楚、听清楚你真理的声。主啊，感谢你！阮知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关台，是阮人生的舞台，也是阮工作的平台，是阮的快乐。恳求你，丰盛的阳光遍照阮。伫这个保护，恳求你保护全世界的经济，保守世界免战争。主，你是民主的上帝。阮知有的人靠车，有的人靠马，阮单单倚靠你。感谢你，伫阮所祈祷无完全的事，你有安尼教阮安尼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赦免过犯的人，无得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歹的国官民，永光拢是你所有拜拜无尽。阿门。咱做伙来祈愿，祈愿文是伫圣诗后壁，祈愿第35篇以赛亚55章，伫圣诗后壁53页。
咱现着的是咱做伙，我来客，请大家来用。既然恁喙大的，就来就滚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写书开费钱，买迄个袂食伫个面。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米。着趁耶和华通敲吹。找到的时来找伊，歹人就离开伊的路。归于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遐。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你的面前出声唱歌。清白发生来替草饲，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这是圣歌队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是学乐的卡农，学乐的卡农。我与心齐。
是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上读的话是伫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行我去，甲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权柄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咱的上帝话读到遮，今仔日感谢新增分堂的吴牧师，今仔日要来甲咱分享圣经上帝的话，恳求主，互听的甲讲的拢平平得到祝福。伊要甲阮分享的信息是同行的人，同行的人。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用祈祷，互咱甲上帝更较亲近，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必听咱我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甲阮同在，互阮知，阮是受你呼召的百姓。对过去到今，阮接受你的差遣，一位一位，一路一路，阮去做你的教会，阮去陪伴遐需要陪伴怜悯的人。主，愿你搁一摆来对阮来讲起。互阮更较知影，阮的生命甲你的连结；互阮更较知，主你以爱，阮通做啥？阮来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讲起着传福音，我就会想到一个台湾的俗语。这个台湾的俗语叫做“旱钱毋惊落土烂，只求积蓄代代传”。我毋知为虾米对这句道、这句话会感觉甲传福音有真大的关系，也互我想到有一首歌是安尼唱。这首歌是我伫足少年的时阵学的。愿做一粒小麦仔。无声无水落土沙，奇妙我命去变化，假使做做非小看。每一摆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圣经在甲咱教示的，咱人若无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内，咱就无法度生炭做做。伫今日起头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讲到传福音，我就想到马街。马街博士伫100多年前，伊为多伦多、为加拿大来到咱台湾。我相信咱会记得，拢是马街伊伫遐满喙起，满2800万起。咱会想到的是，这个数字总是。我咧感觉，马街伊伫做伫咱台湾人的身上，阁有一个较深沉的意义，是为怎样？伊会当去做遮尔侪门徒，伫伊短暂的人生中间，伊会当去做北台湾60间教会，是因为伊有一个心志，就亲像我拄则唱的这首歌共款。也有伊的心志，亲像旱钱毋惊落土烂共款。我后来发现，马街伊咧做的。就甲耶稣做的共款，所以咱今日等下，咱今日圣经所读的这段经，再安尼来看，对不对？等者，伫这段圣经在进前，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影片。为怎样？因为马街伊陪伴台湾的百姓，诚做门徒，或者的门徒会当去陪伴这做门徒。来开始去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透过安尼陪伴，训练真侪的新学生，诚侪牧师，也训练真侪牧师去到台湾逐个所在，伫遐来去做教会，陪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
今日是咱教社主日，伫这个教社主日，咱双连教会伫过去到今，咱真正是做真多陪伴的事工。伫过去这10几年来，咱嘛支持这个宣教师广福甲唯一因去到缅甸的所在，伫遐来做宣教的事工。我拢在想，阮做牧师的人，阮无亲像遮尔大的呼召，遮尔大的感动，会当去到一个异乡的所在，伫遐来传扬福音。各位亲爱的姊妹，马街伫台湾这150几年来起造的教会是安尼。我相信这对宣教师的夫妇，因有可能伫100年后，嘛伫缅甸伫遐来起造最的教会，结出最的果子。总是，若是无人一起头去真做迄个陪伴者，陪伴因一届搁一届去经历人生的风景，伫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内底，因无法度行过。所以咱通过这段影片是进前的地动，伫遐有侪人伫遐受灾难，总是因为国情的问题，咱台湾的搜救队、小救队要入去遐来支援因救援。所以，咱就只有靠着红十字会，啊，佮靠着这个宣教师伫遐来关心这个百姓。特别是今仔日，咱教社事工的这个主日，咱做伙来关心，做伙来三体祈祷，做伙来奉献，为着这个事工来起造，可能伫100年后，伫缅甸有另外一个马街的故事，咱做伙来看。又开始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台湾基督精兵协会驻缅甸宣教士广福及唯一夫妻，3月28日在曼德勒亲身经历大地震，所设立的曼城之星教会及教育中心受损，在安顿好所照顾的学生后，随即投入曼德勒等地的救援赈灾，为灾民祷告，也传递灾区极大的需要，盼望更多华人教会共同关心。我想不是短期1-2个礼拜就能够解决，那我们相信透过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能够继续给他们生活上的支持，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广福跟唯一还有他们的同工学生们，就载着物资，那到一些定点去做发放。第5天开始，就决定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灾区石碣省，邀请这些头人或者里长，能够带领他们到逐家逐户去，能够听他们的故事，能够为他们祷告，陪着他们一起流泪，让这些灾民能够知道有一位上帝是了解、关心他们，愿意与他们同在的。投入缅甸宣教10多年的广福及唯一，以缅族为主要服事对象。精兵协会今年安排3梯次的缅甸短宣队，4月16日也由广福带领线上祷告会，邀请更多华人基督徒一同关心苦难中的缅甸人民。缅甸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地方，缅甸的百姓也是上帝所爱的。缅族人的基督徒大概只有0.9%，当中的百姓就是福音未得之民。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要想到他们的需要。那么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前线也有努力的，不只是宣教士，还有当地的传道人、信徒，也同样很努力的在做这一个关怀的事工，支援前线，这一些都还是我们能够持续来做的。透过这个影片，咱来回应今日的经文。今日经文牧师给伊一个标题，叫做“同行的疼”。同行的疼是什么？同行的疼就是咱甲教会的使命。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双连教会的意向甲使命是啥？敢毋是疼人、疼神？敢毋是要起造一个有宣教牧养的导向的教会？我相信，伫过去到今，咱的双连教会已经都有这个目标，所以咱的双连教会伫同行这部分，我感觉回顾起来，咱是来做了真水。为啥样？这个陪伴真重要。同行有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叫做陪伴。过来陪伴了，你毋是干那陪伴尔，你过来就是会当哪陪伴哪听入去，陪伴人听探人。过来咧。毋是干那陪伴甲听尔，你若无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伊、激励伊，
互伊得到帮助。那安尼，即个性命无法度反转。拄则咱看到的影片就是共款，有一个宣教士夫妇，因伫迄个所在，因伫遐陪伴这些百姓。透过这些百姓，因去听探因心内底的心声，听因心内底的话，伫遐因用上帝的话语来激励因，来甲因讲，人无法度，但是上帝有法度。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对今仔日经文来看，咱家己双年教会的使命，为过去到今，咱直直在做这个教社的事工，其实我感觉咱做了真好。因为伫过去，若讲到陪伴，咱开始有双年幼稚园的时阵，咱就陪伴真侪遮的囡仔，因长大。所以真侪人伫咱中间，可能拢是双年幼稚园陪伴出来的。咱的陪伴者，就是咱的幼稚园的老师，伫遐来用因的性命来诚做水果好的见证，来引带遮囡仔。有一天，因来诚做对台湾有贡献的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影，伫咱的双年幼稚园内底有一个杰出的校友，叫做蔡英文。咱通过陪伴，嘛是安尼陪伴一个囡仔，伫伊的未来，对台湾有贡献。咱毋是干那陪伴这个儿童尔，咱嘛是一个长辈这个陪伴。所以后来，咱开始有一个意向，咱去起造这个安养中心。透过这个安养中心，咱会当看到有侪的长辈伫遐得到帮助，咱的亲人嘛伫遐得到祝福。迄是啥物？迄是因为咱有伫遐有侪牧者，有侪医生护士，有咱的同工伫遐做真水陪伴的工作。我相信，毋但是干那陪伴。因咱的长辈心内底有足侪话要讲，所以伫遐咱嘛伫听探因心内底的话。伫这过程中间，共款咱用上帝的话语，诚做因的祝福，所以咱伫遐起造一个礼拜堂，伫遐咱有3支分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双年教会对过去到今这100多年来，咱嘛是共款伫诚做一个陪伴者的工作。透过这个陪伴者的工作，是在演说马街伊陪伴伊的学生，养育伊的学生，找牵伊的学生，去到全台湾无同款的所在，去起造属于上帝的教会。当然，今日嘛是同款，伫一代续接一代中间，若毋是顶一代因的麦仔落伫土里，咱就无法度生炭做。牧师伫开始要甲大家分享这，是因为传福音。其实这段圣经在讲到一个最重要的，讲传福音啦。18节讲耶稣进前来对因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属乎我，所以恁爱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洗礼。20节更较重要，讲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拢教示因来遵守，我就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以前我咧看这段圣经在，我拢看到。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拢教示因遵守，直到世界末了。我忽略一句话，叫做“我就时常甲恁同在”。伫4年前，受差遣为北美倒来伫台湾，去到新庄来开设咱双年教会新庄分堂的时，我重新去看这个圣经在。这个圣经在咧讲啥物？耶稣甲伊学生讲。我就时常甲恁同在。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一个圣经节。过去我咧看的是头前18节到19节，看到后壁20节的时候，我拢跳过讲上帝差遣耶稣甲我同在，这个关键的语言，敢若都袂记。我敢若看到讲，咱爱去传福音，爱教示因来遵守，直到世界末了，这就是教会的责任，这是咱爱做的代志。总是我时常袂记哩。耶稣在甲伊门徒讲，有方法，通照我讲的来做。这个方法就是上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时常甲恁同在。所以今日同在，就是同行的开始。若无同在，咱无法度同行啦。所以咱要去陪伴一个人，咱讲歹势，我无法度甲你同在，所以我有甲你同行。你有发现这足矛盾的无？足矛盾的。所以咱若传福音的时，咱若无甲人同在，咱就无法度去甲人同行。咱若无甲人同行，咱就无法度去陪伴这个人，无法度去听这个人的心声，无法度将上帝的话语诚做好的能力去激励伊啦。所以讲起的传福音，伫过去
我囡仔的时阵，我学习的传福音的方式叫做三符，唔知大家捌听过无？三符就是遮挂一个迄个徽章，啊顶啊吼有两个问号，有两个 question mark， 啊当着人也看着讲，啊你这两个问号是啥物代志？是啥物问题？是啥物物件？啊你有意思，我甲你安怎？我甲你解说。啊这三幅的做法，啊后来到我高中的时阵真流行，哇全台湾真流行，毋知倒一个教派开始的，叫做四律。大家捌听过四律无？就是摕一本柑仔色的册，伫路顶看到人甲讲，你有罪，你爱认捌上帝，啊就开始讲3分钟爱即个人认罪悔改，佮想怎带伊做决志的祈祷。哇！一开始台湾毋知什物教派拢咧用即个，阮去学习的时候，我感觉哦，这袂歹呢。后来我发现有问题啊。为啥有问题？我若问100个人，有100个人讲要信主，有可能伊嘛真勉强。啊，另外99个咧，咱讲这99个以后听着基督教，以后听着教会，伊拢心内底有阴影啦，迄叫做啥？宗教伤害啦。一个熟悉1分钟的人，一个你毋捌的人，你要带伊信主，这是真奇妙的事，真困难的事。你要伫1分钟的中间，要甲信仰介绍互伊，佮是怎带伊信主，这几乎是无可能的代志。真侪人把这当作生涯来咧挑战家己，佮有较大的信心去努力去做这个代志。但是我感觉这是足恐怖的事啊！因为这个人若拄着一届，以后咱要甲传福音，就更加困难。因为因心内底有ทัก解，因看到这，因会感觉讲，我过去捌互伤害过。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佮倒来想看卖啊，佮过来这几十年，咱开始有侪无共款的报道的方式、传福音的方式，一直到即摆演变到小组的方式，我感觉拢真好。传福音无一项是无好的，总是伫时代变换的中间，传福音的方式有改变无？嘛在改变。所以我期待咱的教会伫这个过程中间，伫这改变的内面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无改变。这个无改变的传福音的价值是啥物？就是主耶稣所行的。主耶稣所做的，这是无改变的。过去，阮用这个小组的传福音做了，真正感觉足好。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压迫感。过去，阮咧做敞开小组，咧做幸福小组的时，我拢感觉这袂歹。总是我倒来伫台湾，我甲建良长老讲，我讲3年内底，咱得要停止所有的幸福小组的做法，咱来改变一个新的模式，是下伫咱长老教会，下伫咱兄弟姊妹，咱愿意去行，愿意去做，佮下伫圣经的心意。一开始建良长老嘛听无啥有，总是伫后来，阮伫2年后，阮用这个恩典桥牌、恩典的桥牌开始去做小组的方式的时阵，大家咧感觉讲哇，用安尼传福音的人无压力，啊接受福音的人无压力，因为拢在分享。过去小组是咱直直咧共传，咱直直咧共讲福音，但是即马变倒转来是，我坐落来陪伴你，我坐落来听你讲。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我感觉转来伫咱的核心的价值，就是耶稣安怎传福音，有3项代志。第一项叫做耶稣的陪伴。耶稣的陪伴是啥物？就是甲人同在同行的开始。伫圣经中间，伫四福音内面，咱会当看到耶稣时常甲罪人、送向人、病人、甲门徒来同行。耶稣伫遐面对因的性命的问题，耶稣互因开力，耶稣互因安慰，耶稣互因医治。所以伫遮咱能看到第一个，无说简单来记3个例。第一个例是啥物？就是应允门徒，伊伫传福音的路上有陪伴。所以耶稣伫遮甲伊讲：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拢教示因来遵守，我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耶稣应允，伊要甲伊的门徒同在，一直到世界的终末。这个直到世界的终末，我相信，毋是对门徒讲的，是对这个时阵，咱看到这句话、读这句话人的一个启示。耶稣这阵嘛是在对咱讲话。一直到咱的后一代，一直到咱的后一代，一直到世界末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就亲像一开始耶稣对于门徒所讲的话，我要定定甲恁同在的时，咱在传福音的时，咱唔通惊吓，因为耶稣拢甲咱同在。
所以讲到转来，有人会甲我讲，牧师，我感觉传福音足困难呢，我拢袂晓讲呢，我拢袂晓祈祷呢，我要怎去传福音？我讲，你若是会当将你的性命好好活的，就是福音嘛。今年吼一开始我就发现，过去咧传福音吼，咱拢着强调要用什么用技巧，要怎去做。后来我发现毋是啦，传福音的人的性命若无正确，要安怎传福音？你一个感拢一寡苦毒伫你的心内底，一个感嘴讲出来拢是埋怨。你讲我要甲你传福音哦，信耶稣做好诶，我有够艰苦诶，已经几十年啊，我拢无改变。那安尼，你想看觅，你要安怎传福音？后来我想真正诶呢，咱若家己活了有欢喜快乐，活了伫真理诶内面，我过好我诶生活，无论我伫辛苦病痛中间，无论我拄着什么种诶困难，总是我是一个快乐诶基督徒。那安尼，人甲我行做伙诶时阵，人会讲，为什么？你遮做代志，总是你犹原遮尔快乐。这个时阵，你就在做见证讲，因为主甲我同在，因为主甲我同行。现在叫传福音，就是好好活出你的性命，好好将你的性命成做一个见证。我感觉这是咱成做一个基督徒上好传福音的方式，阿们吗？咱需要用安尼的方式来做好的见证，咱无一定讲一定要用什么种的款式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感觉咱若会使家己的生活过了好，做好的见证。我感觉颠倒是上根本的传福音的模式，因为圣经安尼互咱知影，耶稣在陪伴人，是互陪伴的人看见你的性命是如何一个人。你有发现无？你逐工伫迄个艰苦忧愁的内面，你要来传福音，你无法度。你爱伫迄个艰苦的中间忧愁的内面，搁咧俄罗斯感谢手，亲像保罗王关伫监狱内底共款。伫伊款困难的环境中间，你犹原讲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这就是我得胜的时阵。各位兄弟姊妹，伫迄个保罗伫迄上困难的时阵，伊伫监狱内底唱歌、俄罗斯敬拜上帝的时阵，监狱的门拢为伊开啦。迄个监狱顾监狱的人讲啦，惊讲因遮的关监的人拢走去，伊伫遐准备要自杀啦。保罗甲讲万车死的，阮阁拢伫遮，有无？这个圣经在咧讲啥物？这个圣经在咧讲，当一个人伊的性命会当成做有影响力的时，亲像保罗同款，伊伫遐讲万车，我要甲你讲，耶稣甲阮同在，你嘛爱相信主。这个管理监狱的人，伊毋若家己相信主，伊阁带因厝的人做伙相信主。为什么？因为伊目睭金金看到。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得讲，咱爱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上重要的一项代志，就是你爱好好活落去。当你若好好活落去的时阵，是你咧见证讲上帝恩典伫我的身上。当你若好好活落去的时阵，是咧见证讲上帝恩典伫我的病痛顶面。这就是咱用见证来见证上帝上好的事，嘛是咱互陪伴的人通看见讲哇。恁的上帝是遮尔啊真，是遮尔啊大。第二个，咱来看，耶稣毋是陪伴应允遮的门徒甲因同行。第二个是啥物？是伊应允遮的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有通好陪伴。所以耶稣安尼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到我遮来，我就互恁得到安息。我的心柔和谦卑，恁就排我的学我的款式。那安尼，恁的心就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的。耶稣邀请所有的有劳苦的人、心内底艰难的人来到伊的身边。意思是啥物？我陪伴恁。所以咱看到耶稣为头到尾啊，拢在陪这些人，为陪门徒开始，陪遐罪人开始，啊陪遐抽象的人，毋若是陪因，搁一个讲我要来恁兜食饭，人会讲安怎？耶稣，你来走去这个犯罪的人，甲伊做伙。耶稣讲：我来毋是要为着这义人，我来是要为着什么？这的罪人。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甲咱成做一个传福音最见证的人，咱搁较意爱，咱家己是会当成做一个陪伴伫社会顶面，伫你的厝边、你的朋友、你的工作的所在，这的人因的性命。陪伴无一定爱讲遮侪话，但是陪伴会当安怎？会当有行动。咱来看耶稣的行动是啥物？第三个陪伴是啥物？
第三个就是耶稣背叛伫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门徒的背叛。第一点甲第三点中间，牧师甲做一个分别，因为我要来讲门徒的信心。伫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佮活，伊显现互伊的两个门徒看。因在讨论三问的时阵，耶稣就就近伊，甲因同行。耶稣陪因行啦。因迄阵的心内底在想啥？圣经讲因忧头甲面忧忧愁愁，为什么？因为耶稣红定十字架。但是圣经讲耶稣定十字架了后，3天搁活，咱拄啊过完，咱会搁活济了，敢毋是？当耶稣搁活的时，这个门徒忧怨忧头甲面，因为因无感受到耶稣搁活。咱知影，玛利亚伊伫坟墓的时阵，天使显现讲，恁要找人已经无伫遮的时阵，因真欢喜，因等于甲门徒讲，门徒讲 no， 我无看到。当耶稣对伊12个门徒来显现的时阵，伊的门徒讲，我无相信，无你互我摸一个。你有发现无？这个门徒应该是耶稣甲因讲，恁爱相信，我3天了4个活。结果因拢无相信，所以耶稣互掠去钉十字架的时阵，这个门徒伫倒了。这个门徒走到离裤骹，走到无看的人。所以因为什么伫这路林忧头甲面？是因为因毋知要安怎行落去，因艰难，因困惑，因的人生毋知要安怎行。过去我是对耶稣行的，行到这煞千往路转去啊，要安怎？各位亲爱的姊妹，毋知你有即款感受无？伫恁的人生中间，原本的工作好好，有一天你的头家甲你 lay off， 甲你死头路。伫北美即阵，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有足侪会友拢去用 lay off， 到即摆佫还未找到头路。所以真侪时阵，伫这个过程中间，因会感觉信心愈来愈倒退，愈来愈无法度去依持讲，原来伫我这个艰难的时阵，主嘛甲我同行。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来想看觅，伫你的人生中间，有可能你嘛碰到同款的情形，无一定你是去用 lay off， 有可能你咧工作的时，你拄着困难，有可能你原本做好的时阵，去一个身体检查，就讲哇袂使啊，你的身体足严重啊。人往往拢伫你的一生中间，拢会拄着遐艰难的事。总是咱的信仰，毋是要互咱拄着艰难的事，讲安怎？讲我行袂落去啊！咱的信仰是要互咱拄着艰难的时阵，讲安怎？我靠主耶稣安怎征战得胜？阿们吗？这就是咱的生命中间更较多应该去做的代志。因为耶稣伫遮，伊陪伴伊的门徒来行，我嘛相信耶稣在陪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行。第二个。耶稣毋是真做一个陪伴者尔，耶稣嘛是真做一个倾听者。倾听者的台语要怎讲？做歹翻，有可能是真足听。第一场有一个大学的老师，台语老师甲我讲这叫做听入耳啦。耶稣听人的话，听入耳啦，毋是南山听，毋是凊彩听，伊是听有入耳。所以，因为伊是真足听入耳，将人的性命、将人的声、将人的需要，当作伊上应该去做的事。所以耶稣伊伫遐甲人同在嘛安怎同感受即个人的性命需要。下面牧师来讲几个故事，几个例。第一个例是啥物？耶稣听即个青面的巴底麦的话休，巴底麦的话休，耶稣行过了，伊讲安怎？讲我有听到，请你来。耶稣就起来甲讲，叫伊过来，因就叫迄个青面，叫伊讲放心起来，伊在叫你。意思是啥物？我有听到。各位亲爱的姊妹，咱有足多的需要，你敢有听到？拄则咱咧放迄个缅甸的影片的时阵，迄是缅甸的需要，对咱来讲，敢若足远的所在。但是你敢会当回想伫9月伊地动的时，你伫倒落？伫9月伊的时阵，你为即块土地付出啥物？伫9月伊的时阵，咱的台湾有偌侪人伫即个时阵失去因的家庭，同款的情形伫缅甸即个所在，就是咱无法度去。我常常咧讲，咱若无法度去，无至少咱安怎嘛通会当安怎出钱出力？出钱是啥物？为因奉献；出力是啥物？为因祈祷。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会当陪伴因的，无一定
人伫迄个所在，但是咱会当安怎出钱出力来成做因的陪伴。伫遮，咱会看到耶稣听到了，就停落来回应伊的需要。耶稣定定停落来回应遐需要的人的需要，敢毋是？即个痴迷人讲伊需要看见，耶稣就讲，互你看见啊。迄个变衰人讲，我想要行，耶稣就讲，你起来摕你的被单走吧。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伊伫遐毋知要安怎时，耶稣甲讲安怎？你下面你的罪，你去吧，毋通阁犯啊！各位兄弟姊妹，耶稣拢在听人的心声。你莫想讲你的祈祷敢若无效，真侪人甲我讲，牧师为什么恁的祈祷较有效？阮的祈祷拢无效，毋是祈祷有效无效，是你对上帝有信心无？你若对上帝有信心，你向上帝祈祷，你就安怎？信心的前提是啥物？你知影无？啊，信心的前提叫做交托。咱祈祷进前，咱有信心，咱讲咱足有信心的，其实拢无。其实我感觉真侪时阵，咱拢是足小信的人，包括牧师。信心的头前叫做交托，因为当你祈祷的时候，你敢有完全交托给上帝，还是你阁继续看路？主啊，我恳求你医治我的病，但是我都要死啊！你心内底是讲，可能上帝无听我的祈祷，我会死啊！有当时啊，咱拢是安尼甲家己讲啊，为什么？因为咱无交托嘛。你来交托，真正的交托是啥物？主啊，我的人生就是你的，我交托伫你手中，无管倒行，正行，你拢会甲我同在。古有圣经安尼讲嘛，无论你向左或向右，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都与你同在。万军的耶和华拢甲你同在，无论你安怎行，伊拢甲你同在。这叫做啥？你着交托给上帝嘛。你的性命若交托给上帝的时阵，你就有信心；你若无交托给上帝的时阵，你就愈来愈软食，迄就是信心会愈细。耶稣毋是听安尼尔，耶稣嘛听迄个艰难的人的心声，伊听即个马大甲玛利亚的哀伤啊。为什么？因为伊的小弟过身去。圣经伫遮，约翰福音11章35节讲安怎？耶稣哭。各位，即个圣经我记了足深的。为什么？以前我咧背金句，我感觉这是上好背的金句。你有发现无？恁主日学有背金句无？我主日学上袂晓背金句，但是这我拢有背起来。耶稣哭，为什么？这是全本圣经中间上底一个圣经节，请大家爱记哩，一定袂使袂记哩。但是我敢若会记哩耶稣哭，我毋知影伊为什么哭呢？这就是读圣经无精通的所在啦。后来我开始去想讲，耶稣为什么哭？因为伊怜悯一个人，伊去陪伴这个马大甲玛利亚，伊去听因的心声，过来咧。伊伫遐无用任何的讲法。伊伫遐用伊的目屎来成做伊的安慰。各位兄弟姊妹，咱来咧想看卖啊，咱定定要去安慰一个人，咱拢讲安怎？与哀伤者同哀伤，对无？什么意思？甲悲伤的人会当同齐来悲伤，但是咱其中会甲讲啊，你爱安怎？我会讲啊，你就是安怎？真侪教会，真侪神学的奇怪的所在，我拢真正足奇怪。啊，你拄着这个代志哦，一定是你无够去祈祷，一定是恁兜有啥物无够圣洁的所在，爱去找一个。你知影灵魂派牧师是安尼教导呢？啊，这个人就足紧张，你知影？咱的兄弟姊妹已经伫艰苦的中间，佮大家等去找看因兜有啥物欠损的物件，啊是讲伊无够敬虔，佮甲讲你安尼袂使，你一工祈祷无够，你佮较做，你佮较做。主啊，请原谅我，我要讲安尼实在是足无好的事。一个人伫艰难的中间，咱会当做的，毋是去甲伊讲啥物，是咱会当伫遐感同身受。耶稣做一个上好的模范是，伊伫遐流落伊的目屎，伊毋免加讲什么话，因为加讲什么话，对方无一定听会入去心内底。总是咱伫遐陪伴伊，牵着伊的手，伫遐甲伊流目屎的时，我感觉到像是一个足水的陪伴。第三个，耶稣安怎来听？我感觉这是个愈经典的一个圣经节。耶稣甲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人的对话，这段圣经在记载什么？讲这个妇人人讲：“先生，请予我这个水，叫我无搁喙焦嘛，毋免来遮远的所在拍水。”耶稣甲讲什么？这个水是什么水？啊，是你活命的水，甲你啉的水无共款。咱来看这个故事的头前咧讲什么？讲这个妇人人伫透中日头来到这个井边，咧井水。为什么要伫这个时阵来？因为伊惊拄着人。为什么伊惊拄着人？因为伊
加5个翁。所以耶稣伫遐听伊讲，甲伊咧讲话过程中间，耶稣听伊对第1个翁开始讲，讲到第2个翁，第2个讲了第3个翁，第3个翁讲了第4个翁，第4个翁讲了第5个翁，讲了耶稣做一个结论，讲这5个翁拢毋是你即摆的翁。你有发现无？耶稣真耐心去听，而且安怎？大家讲你的性命的焦点，藏毋着所在。你甲倒来伫即个活命的水泉内面，所以耶稣讲。来我遮啉水，所以你就袂阁喙焦。即个妇人人讲喏，先生，请你互我即个水。你有发现无？耶稣耐心来听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话，而且引带伊无阁活伫家己的世界，是引带伊进入伫啥物永活的道路、永生的真理的内面。这叫做激励啊，会开始。所以这3项代志是连做伙，就是陪伴、听入耳。甲激励这3项代志是连做伙的代志，伊无可能干那单独来进行。第3点上尾啊，要来讲耶稣的 empower， 耶稣的复灵。好，第一，我问迄个老师，迄个老师讲叫做复灵啊，吼。我毋知安尼对毋对，但是就是赋能哦。啊，但系赋能毋是复数的复，哦，是给予的、赋予的赋，所以叫做耶稣的赋能。这个赋能用英语来讲叫做 empower，E-M-P-W-O-R 哦 P-O-R-W。所以耶稣的 empower 就是咁样，耶稣互一个人有真大的激励，互这个激励会当成做伊生命中间上好的帮助。咱来看耶稣安怎激励人，耶稣毋但安慰人，佮互人气力，互因活出信心甲愿望。耶稣鼓励彼得伊行伫水面顶面，耶稣讲：你来。彼得就为船仔顶起哩，对水面顶行过，要去耶稣遐。到尾啊，这个故事彼得有沉落无？有无？无沉落吗？彼得行无2步就沉落啊！啊，叫话讲主啊救我！有无？你看这个圣经才是安尼讲的。耶稣已经讲你来啊，伊个会惊呢？为什么？佮倒来头前我头先讲的，因为信心无够嘛，伊无完全的交托。耶稣已经应允伊，就是安尼啊。结果伊讲安怎？其实伊心内底个犹豫，敢会沉落？敢会沉落？敢会沉落？各位，你的心情有一点仔亲像？这个彼得的心情无，有当时啊，咱甲上帝讨，咱嘛讲袂沉落，袂沉落，袂沉落。但是讲啊，你的心内虽然嘴讲袂沉落，你心内讲沉落啊，沉落啊，沉落啊。迄就是咱的信心无够交托嘛。但是耶稣甲讲，你来啊！上尾啊，耶稣甲讲一句话，沉落你甲救起来。伊讲主啊救我，耶稣甲救起来了后，耶稣安怎讲？耶稣讲你的信心无够。所以伫遮，耶稣鼓励彼得讲，你著爱用信心来行动，因为以后你爱成做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天国的锁匙拢交伫彼得的手中啊咧，伫后来会交伫伊的手中，所以伊爱起着伊更较大的信心。这个故事为什么无伫别个门徒顶面？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耶稣独独对这个门徒特别好？这个门徒佫特别搞怪，3届无认主，对无？伫迄个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彼得伫遮虽然伊无完全，但是耶稣的确。去祝福这个无完全的人，真做，互伊真做一个会当传福音最的人。耶稣毋是鼓励家己的门徒，耶稣嘛鼓励这个犯着血漏的查某人。这个故事是讲耶稣转过来、说过来，看到伊就讲：查某囝放心，你的神救你。对迄个时阵开始，查某人就好起来。伫马太福音9章22节，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伫耶稣经过的时。这个妇人人，伊犯着血漏，伊感觉伊无法度医治，伊找出做医生拢无效，要安怎？伊讲有一个耶稣来，伊会医治人，伊心内底在想，伊想啥物？伊甲耶稣安尼讲啊，因为到尾仔的对话，耶稣甲伊对话，伊甲耶稣，伊心内底想啥物？伊心内底在想讲，当我若摸着耶稣的衫机，我的病就会好起来。迄是啥物？我的信心，迄是我的交托。伊有做到无？当伊去摸耶稣的时，耶稣讲什么？我的身躯有能力出去，恁谁甲我摸啦？耶稣知影有人甲伊摸，所以伊就问边仔的人，这个妇人人就讲是我甲你摸。伊甲问讲为什么？伊讲我的心内底想讲，我若甲你摸，我就会好。耶稣讲什么？就是这句话，讲你的信救着你，迄是什么？充满大大的信心，甲家己完全交托。各位，为什么这个犯血漏的妇人人，伊会当大大交托？每一个我读到这个圣经台，我感觉真奇妙，因为伊无药医啊啦，因为伊无法度啊啦，伊只有完全甲伊交伫上帝的手中，甲家己交互耶稣的手中，伊的性命才会完全得救啦。咱来想看卖啊，
咱听做一个基督徒，咱的信心敢有亲像这个血流的妇人人遮尔大？咱来讲，主啊，我知影除了你以外，我无别人，迄是信心吗？第三个，咱来看，很多讲到彼得，即摆佫倒来讲彼得，耶稣恢复彼得的使命。彼得一开始，耶稣要定十字架之前，甲伊讲，今日天光进前，你的三界无认我。伊讲啊啦，袂，我绝对袂，我是对你对到底，我绝对袂发生这个代志，对无？伊毋是安尼讲。结果假叫三界进前，伊就安怎走去咪啊？人甲问伊讲，我毋是伊的人，我甲伊无熟识，伊毋是安尼讲吗？伊三界无认主，今年搁偌济足趣味，迄只鸡互摕出来讲话嘛，对吧？大家连书哪有看？迄一个梗图，就是咧讲迄只鸡讲，人啊记者咧访问迄只鸡讲，你到底伫迄工做啥物代志？对彼得做啥物代志？伊讲无啊，我著照时咕鸡三界尔，伊就走咧弄啊。你知影？当彼得三界了后，伊的心内底安怎想？伊的心内底是背叛的。我相信伊的心是伤心的。总是当耶稣搁活的时，耶稣搁活来拄着彼得，甲彼得讲啥物？讲你有爱我无？彼得讲有啊，我爱你，但是敢若无啥坚强。耶稣搁来问第二届，你有爱我无？伊讲有啊，我爱你。耶稣讲无，你无爱我。搁甲问第三届，伊讲有啊，我有爱你啊。其实表示啊，啥物？表示伊的爱无够，伊的即个爱无够，伊无够决心要去行即个路。伊伫咧怀疑的中间要回转，成做一个完全信靠耶稣的人，要安怎来得到即个完全的交托？所以耶稣为啥要问伊三界？我感觉这足趣味的。当耶稣问伊三界了，佮重新甲讲：你去饲我的羊，你去固守我的羊的时阵。迄个时阵是一个责任的交托，迄个时阵是一个差遣。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当咱对两者中间受到激励了，咱佮徛起来的时阵，咱开始就领受迄个差遣的稳定。我感觉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大的转变是啥物？是你重新佮徛起来，因为你已经活过来，是你受到这个邀请，受到这个呼召，所以你讲主啊，我愿意要安尼做，我愿意要安尼行。迄是甲你过去的生命完全无共款，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完全的改变。我感觉迄那是咱上大的福分啊！上尾啊，效法耶稣会当真做同行的人，所以咱佮甲今日讲的这三项代志，咱甲伊叫 review 一下吼。第一个就是咱甲教会使命有三个，就是亲像耶稣的陪伴，咱会当甲人同在同行。第二个就是亲像耶稣会听入耳，会当甲人同在同感受。第三个就是耶稣的 empower， 耶稣的护灵，会当甲人同在同激励。当你若愿意用陪伴、听痛、甲护灵的时，甲人同在、甲人同行，这就是咱上好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搁来回想，马街今日传福音伫台湾，这个岛屿顶面。你会想讲，我著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就好啊，我著好好来做礼拜就好啊，我毋免阁加做啥物嘛。那安尼，咱著失去迄个马街伊一开始来到台湾，爱咱开始行的即个行动。所以起码咱今日爱做一项代志，就是你爱好好活落去，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第二个部分，咱嘛会当回应，亲像咱拄仔看即个影片共款，当遮有需要。你敢有愿意出钱出力？你敢有愿意为这个人加行一里路？你敢有愿意为着付出更较多的性命伫这个人的身上？我感觉迄就是咱的感动，迄就是咱的呼召。今日上帝呼召咱，相连教会对过去起做幼稚园，一直到起做咱的安养中心，过来起做咱的基金会、视障基金会也好，咱拢在做一个陪伴、听人、甲激励人的工作。为过去到当拢无改变，咱毋免阁做较多物件，因为咱已经做有够多。总是毋是咱的教会做有够多，咱的教会就会开始行起来。是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愿意阁做较多，那安尼咱的教会才会勇壮起来，咱的教会才会徛起来。无说伫相连教会这10几年来，我深深来体会，其实咱的教会无欠缺钱，当时咱的教会欠缺是啥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更较侪愿意去甲人同行
同行的这个心志。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水的时间，你若愿意对你的厝边开始，你若愿意对咱伫缅甸伫传福音的这对传道者开始，这拢是咱一个生命改变的挑战。今日耶稣嘛在挑战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今日耶稣嘛在挑战咱双联教会，你敢有愿意照我的，甲恁教导的安尼行，恁去陪伴，恁去听堂，恁去，互人得到激励。咱做下头来祈祷。主要听到阮的主，阮感谢你，愿你的恩典伫阮中间，互阮知，阮是一个领受你恩典最最的百姓。主啊，愿你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看见。阮还有真侪路爱行，阮还有真侪事爱做，因为当阮行伫这个路，阮的心就欢喜得跳。当阮行伫这个路，阮会感受到主啊，这都是你爱阮做的事。主，愿你搁一届来呼召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阮生命的改变，透过阮一届搁一届的更新，阮来看见主，你带阮的教会，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行伫阮的使命甲异象顶面。我哋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打就近爱见你的面，主我打就近爱见你的面，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更新的兄弟姊妹，来甲主同坐道，共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伊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地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作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互阮持续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敬业的心，伸出双手来迎接这个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杯，伫心中感谢主，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流出来。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齐得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各方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感劳阮，也帮助阮会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了后，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用奉献接续咱的敬拜。做伙起立来祈祷。感谢耶和华以勒的主，阮感谢你。阮知，阮今仔日将阮万项拢是你所想事，阮今仔日将你想事的一部分，阮摕出来奉献做你的路用，请你感纳，嘛献给伊，互阮嘛看到你所做的新者，毋是阮家己好，是帮助众人的需要。阮咱祈祷拢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济。这是我来简单报告。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社福事工宣告主日。礼拜中，咱特别安排本会行政分堂吴景和牧师会正道甲事工的分享。借着这主日呼吁兄弟共同为本会所立的安养中心、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甲树种关怀基金会所做的社会事工关心参与，带到甲奉献。再来，本主日嘛是总会所定青年事工纪念主日，呼吁咱兄弟做伙关心咱的青年，伫教会、伫学校、伫工作的所在、伫家庭的信仰生活，鼓励青年做伙来参与教会的服侍，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陈英杰兄弟，就是徐秀珠姊妹的先生，伫4月16日安息主怀，定伫5月10号本周拜六下晡2点，伫教会7楼举行个别礼拜，请咱兄弟关心代祷，嘛愿上帝安慰伊族。过来就是5月7、4、11、18 3个主日，咱礼拜煞，请咱兄弟拢伫10楼，咱外墙遐有一个母亲节活动的场，伫遐翕相纪念母亲。过来就是5月7日本周拜二，敬乐旅游伫苗栗桃池农创园区举办。当天的早起8点15分，伫教会1楼集合，8点半就出发。所以咱若有报名的兄弟，爱注意这项代志。搁刷落。咱的青年牧区，甲顶半年都会网友同工训练，咱即届甲7天中会教育部，咱做伙合办。咱的主题是90+1这样，建立信仰群体。伫5月17号拜六早起时9点到12点，是伫咱10楼的礼拜堂。老师是张雅慧老师，伊要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牧养，所以咱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小组，还是同工大小家长，还是各个学会，拢会当来报名参加。过来一点就是牛埔省讲义所伫母亲节团爱活动遐，就是下礼拜5月11母亲节下晡，咱有一个电影的欣赏，就是爱主归来。伫5月11号，咱即个电影欣赏，咱有拜堂有简单的午餐，伫咱第3场礼拜煞12点开始，然后1点开始看电影。咱希望咱无论是午餐，咱会当搁报名咱伫9楼的办公室遐报名。报名截止的时是5月5号，就是今仔日咱下顶就去报名咱最后会当入摆，咱的10楼礼拜堂是12点50，咱来注意这个时间啊无门关起来就袂当看电影。好，我简单报告。咱来
欢迎来宾，咱请牧师甲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各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来欢迎咱的新朋友咱久久无看见的黄胜雄院长夫妇，因为北美倒来伫咱中间，伊是门诺医院前院长哈。特别欢迎伊伫台湾的时间吼，伊5月19要搁转去伫美国啦吼，大家会当有交陪，会当搁做伙伫即个过程中间来欢迎这有伫北美转来咱的兄弟姊妹，第二要来欢迎的是吴义伟弟兄、吴义伟兄弟，咱请伊起来欢迎伊。伊是住伫咱遮林森北路吼，所以诚近，咱这教会附近的。咱请咱的少年人、青年事工会当来关心吼。咱下面咱做伙来牧养代祷，咱特别做伙额头来祈祷。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放伫阮的中间，特别阮为着阮所敬听的黄胜雄院长夫妇，阮献上感谢。因平安对美国回来，也伫遮要有好的交谊。伫台湾这段时间，主愿你保守因出入，拢有你的祝福甲恩典。阮也为着阮有意为弟兄来到少年教会，甲阮做伙来同齐敬拜而你，献上阮的感谢。主愿你来加注伊生命上好的引带，帮助因伫每一天中间会当经历愈多上帝你的恩典。主，阮也为着阮少年教会最辛苦白听的兄弟姊妹，特别伫艰难中间、伫困难的内面，主愿你加做因的安慰，加做因病痛中的帮助。特别你来看顾保守，互因有够野的气力，有够野的信心来医治。主，互因会当伫迄个肉体在衰微的时，因永远知影主你拢伫地。主，阮也为着阮所关心的台湾来祈祷。主，伫过去这段时间，台湾无论是伫政治、伫外交、伫最方面，阮亲像是陷入一个困境。总是伫这个困境中间，就亲像你伫对阮讲的，无论阮的前景是如何，得忧，你万军的耶和华拢甲阮伫地。所以主，阮深深相信，你疼惜阮台湾，也疼惜阮这个岛屿，疼惜阮这个国家，通伫遮，互阮通徛起，互阮通伫福音的内面有福分，伫你所想事的国度内面。所以主啊，我要将台湾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相信你的确要将上好的粮互阮每一个关心伫台湾这个岛屿顶面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你看顾，愿你祝福，愿将台湾交托伫你的手中。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门。咱有做伙来吟煞要变的诗，圣诗514首，担要散花求主赐福，担要散花求主赐福，请咱起立来吟，吟诗煞，请牧师祝祷。
请咱犹原起来，做下头来领受主耶和华上帝的祝福。答愿全能的天父、慈悲疼痛的上帝以及圣神的交通，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互咱成做一个会当陪伴人的人，会当去听人话语的人，会当去互人得到激励的人，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小姐面的供受彩件。